自迄个姑娘离开阮了后，我来想伊几暝艰苦过日子。小姑娘，通袂记当初的约束。回转来我的身边，回转来我的身边，予我看一个。世间的人，若是为了金钱来卖出家己，行你真可怜。这款金钱，较济也无路用。虽然是迄个姑娘无意来离开，讲伊是为了爸母想要做医生。小姑娘，我也不是叫你为爸母，不过因两人感冒，不过因两人感冒，过着可怜时。世间的人，若是做人爸母，请你着为了家己来打拼。这款金钱，较少也有路用啊！听伊讲，迄个姑娘踮在伊厝内，怨叹着伊的布面，每日流珠泪。小姑娘，请等来世，希望会做伙。讲起来真正可怜，讲起来真正可怜，咱的恋爱梦。